今年国庆以携手世界台湾耀辉为主题，表演活动是有够精彩。除了大家真期待会车游行60周年这个花行呢，佮有头一摆参加游行的汉翔会车，拢真好看。同款好，大家看到目睭唔甘腻，还有几百人伫跳舞，以及歌舞结合这个传统的人狮来看这各种的精彩表演。国庆大会表演有够精彩，结合东方加西方的文化。 白青狮配合歌舞的节奏伫跳，有够趣味。两台火车顶面，人狮阁兼表演特技，表现出可怜都市的成果。出国比赛队伍100人热舞，动作真好齐，穿国旗衫阁较添喜气。 陆军全国学校学生伫跳舞，国庆的重点节目来啊！火车游行 ，A35孔的彩绘机，加上台北101东京铁塔，还有台湾特有的牡丹菊、仙丹花，花行庆祝60周年，火车有够水。头一摆参加火车游行，汉翔航空依照新式空军教练机，以国旗国族为主题，呼应政府的重大政策。 108年国庆各种的表演接力，民众看甲目睭唔甘腻，庆祝国家的生日，嘛看到充满活力的台湾。